位尊貴嘅嘉賓，以及咧我哋今日有一眾嘅傳媒朋友，同埋咧特意嚟到現場嘅所有觀眾朋友，我知道仲有一眾咧係蓄勢待發嘅運動員啊！咁啊，同大家打個招呼 ，Hello 各位，大家好嘛？俾啲掌聲嚟聽下先。非常之精神，哇！嗰邊有歡呼聲添，非常之歡迎大家。咁啊，嚟臨我哋今日咧位於啟航1331嘅香港嬉水節，我係今日嘅活動司儀 Agnes 梁文婷。今日個天氣係咪非常之好啊？正啊，陽光普照咁啊，而且咧就有少少秋風送爽添。咁啊，所以咧今日整體嘅日子啦、天氣啦，加埋呢個位置咧，咁啊絕對係一個非常之適合進行戶外活動嘅一個好日子。咁啊，另外咧真係好開心同大家咧一齊嚟臨一個咁靚嘅海濱啊！大家有冇附近行下頭先？係咪好靚啊？係啊，真係打卡都打唔晒啊！咁所以今日咧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啦。咁啊，今日咧真係好開心，同大家咧係一個好日子，喺呢個咁靚嘅場地，同大家一齊見證呢一場咧係集運動、音樂、藝術以及文化於一身嘅大型盛事啊！咁啊，今次我哋嘅香港嬉水節咧係由香港中旅發展旗下博朗康樂文化、得天集團以及博勝文旅有限公司主辦。我哋今次活動嘅目的咧，就係希望透過一連兩日，今日啦以及聽日，咁有精彩嘅水上活動，咁啊同一時間都係藝術文化活動，咁啊匯聚一班係大灣區以至世界各地嘅青年朋友，咁啊大家咧嚟到現場一齊進行一啲交流，一齊一啲競技，感受一下香港咧作為亞洲盛事之都嘅活力啊！咁啊同一時間大家都知啦，即將來臨有咩啊？全運會，所以今日咧都當做一個熱身，另一個預熱啦。咁啊喺今日之外咧，咁啊仲有聽日啦，一連兩日咧，咁我哋嘅活動咧堪稱可以係叫做水陸齊發啊！點解咁講呢？嗱，精彩嘅節目源源不絕啦。首先，我諗如果今朝有比較早嚟到嘅朋友咧，一定目光咧係俾我哋水上賽區已經吸引住啦。咁啊，今朝咧其實我哋已經進行咗平板嘅賽艇挑戰賽。咁啊，而家咧其實咧都進行緊如火如荼，就係新能源動力艇嘅大學交流賽啦。咁啊，呢個項目犀利啦，匯聚咗咧嚟自海內外啊多間咧頂尖大學嘅科技團隊。咁所以絕對可以講咧係速度同埋咧科技嘅完美結合。咁啊，另外咧都宣傳一下啦，喺我哋咧2點半開始咧，同一時間都會有立蛙版嘅挑戰賽接力登場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介紹完水上賽區啦，我哋陸上嘅活動節目咧都係唔可以錯過嘅。咁啊，喺我哋呢一度嘅主舞台咧，今日晏啲嘅時間，大家都見到後邊啦，係咪有啲 band show 預備咗啦？冇錯啦，今日咧將會有好多隊咧本地啊嘅呢一個 band show 陸續為我哋作出精彩嘅表演。咁另外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側邊啦，我哋都有啲藝術嘅市集喎。咁換集咗咧好多我哋本地嘅文青手作，仲有當然啦嚟得參加活動，梗係唔少得係咩啊？美食啦。咁所以咧同一時間都有啲特色小食。咁啊，我哋咧亦都有進港通香港新西文化節，大家同一時間咧都可以去體驗一下新西嘅體驗啦，包括美食、藝術、文化，甚至乎咧，我哋推薦大家都可以參加貨州蓮霧工作坊，一齊咧去感受一下進港兩地嘅文化交融。